天父，讚美你，我哋同所有受造物一齊宣揚你嘅良善，我哋歌頌你，我哋述說你嘅偉大作為。主，你喺你嘅子民當中作工，並且喺呢個世上，即使今朝早一群人聚埋一齊，分享你喺我哋生命中所行嘅神蹟。所以主，打開我哋嘅心，打開我哋嘅身體，領受你所作嘅事。我哋宣告你係施行神蹟嘅神，你正打破枷鎖，今日你正醫治人嘅身體，你正在恢復關係，你正在挪開我哋身上嘅各種痛苦，你正帶領我哋走向健康。主啊，我哋為韋柏牧師禱告，同埋你放喺佢心裏邊嘅信息。今日願我哋聽到，今日願我哋被神嘅話語所更新，願我哋離開嘅時候心中滿載福音。主，我哋愛你，奉耶穌聖名，阿門。請咁樣張開你嘅手，象徵從主領受。我哋一齊講：我不是我所成就的，我不是我所擁有的，我不是別人所評價的，我是蒙神所愛的兒女。這就是我，沒有人能奪去這身份。我不必憂慮，我不需匆匆忙忙。我信靠我的恩友耶穌，並與鄰舍分享他的愛。多謝，各位清楚。以下嘅問題，教會唔係經常問你嘅。邊個想成為大嘅？好有趣啊！呢度有邊個想成為大嘅？如果你舉手咧，就好似係想回答我想嘅，類似係咁啦。仲有更好嘅問題，邊個想成為最大咧？仲有另一個問題，邊個想成為第一？喺首位、生意上第一，學校裏邊第一，團隊裏邊第一。好啦，另一條問題，邊個想成為最高咧？有冇人啊？而家你可能好驚訝咁聽到聖經冇反對我哋天生可想成為最大嘅，成為第一，成為最高，成為勝利者，成為冠軍，甚至成為最大。今日我會討論呢一點。以下係教會所反對嘅。教會反對驕傲，就喺墮落前，啱唔啱？教會反對自我，反對自私，反對好多呢啲嘢，反對虛榮。但係有邊個能夠抗拒呢？成為班上面最優秀嘅飄飄然感覺。神想你得勝，神想你有目標，神想你成為第一。神想你提升自己，神想你去離開困局，神想你成為你能夠成為嘅，神想你去達成你能夠達成嘅，神想你去接觸你能夠接觸嘅人，神想你能夠成功去衝線。神唔係反對你想要嘅嘢，而係用嘅方法，用嘅方法係與世界不同嘅。關鍵就喺呢度。各位會眾，我講嘅關鍵就係方法。以下就係方法。如果你想拯救自己嘅生命，你要點樣做啊？我知道呢度有幾位學生。如果你問耶穌，我想拯救自己嘅生命，佢會叫你點做？寫明。如果你想得自由，佢點樣講啊？你要成為僕人，係咪好卑劣啊？如果你想成為大，你要做乜嘢呢？作眾人的用人。注意，佢從來冇講過學想為大係唔好㗎。你唔應該想成為大，你竟敢想成為大，你哋竟敢彼此爭論誰最大，佢冇咁樣講㗎。佢係話我有成為最大嘅秘訣，就係作眾人的用人。佢唔係話唔好試圖為首，唔好試圖為首，你夠膽量咁樣嗎？佢講乜嘢？如果你想為首，你要做乜嘢？係咪好似奧秘？你要成為最後？好啦，等我解釋下。首先，我哋討論方法之前呢，我哋要建立想要嘅嘢。想要嘅嘢係個應許，直言不諱。如果你係神嘅兒女，如果你係與神立約嘅兒女，神係想你得勝嘅。嗰個應許就係生命，
嗰個應許就係自由，嗰個應許就係完全醫治、釋放同埋自由等等。嗰個應許就係成為大，嗰個應許就係為首。如果所有人講如果，邊個知道聖經好中意用如果？如果咁樣就會咁樣。如果你咁樣做，你就會成為大，而你會得到你應得嘅大成就。如果，最後一句，如果有人願意為首，佢要作眾人之後，對於好多人嚟講係唔合理嘅。但係等我舉個具體例子俾你，係實用嘅智慧。我俾你哋一個親身經歷嘅例子。我年輕嘅時候中意打籃球，同埋加入籃球隊。我係優秀嘅籃球員，但係從來唔係隊中最優秀嘅。我獲選加入校隊，我係大前鋒，我好享受，我打得幾好㗎。我會話我應該係隊中第3或者第4嘅最佳球員。我一般打得幾好㗎，但係唔係經常性。喺嗰陣時咧，喺學校幾乎人人都知道你喺隊中嘅排位，但係當你同朋友喺週末去公園打街場嘅時候咧，係冇人知你嘅排位嘅喎。啱啱？或者如果你轉新校，我曾經轉過幾間新校，我經常轉校嘅。你轉咗新校就冇人知道嘅啦。咁佢哋憑乜嘢揀選你咧？佢哋係憑同埋夠橫啊，好似我咁。啱啱？我話你知啊，我清楚記得我第一次打街場籃球嘅時候，佢哋做乜嘢咧？佢哋要揀2個最佳球員，由佢哋輪流揀隊員。我話你知啊，被最後揀選唔止係一次發生，喺世上最難受嘅感覺嚟嘅喎。我被最後揀選，特別係知道佢哋揀嘅係根據你嘅好啦，反正我係優秀嘅籃球員。高中8年級嘅時候，我身高大約係5尺2度啦。我媽媽好矮小，爸爸就好高大。而我咧喺高中年級嘅時候高得好快，做大前鋒身形要好高嘅。你哋知啦，我6尺3，喺鏡頭睇咧睇唔出嘅喎。我係高個子，喺高中嘅時候高度有6尺3係好好嘅。開始打街場嘅時候咧，我係第一個被揀中，嘿，好開心㗎！但我從來唔係最佳球員嚟，所以被首先揀選，好開心。我話你知啊，冇任何感受會更加好嘅。一群青少年喺度排隊，而隊長話：我揀嗰個人，你叫咩名啊？我係韋柏啊！我準備好㗎啦。我話你知啊，嗰個感覺係好好嘅。耶穌講乜嘢？你喺佢嗰個年代參加派對，你到咗派對場地有一張台，人人都知道貴賓寶座喺邊度。喺嗰個年代，好多人都認識呢個猶太字 Kursba， 坐喺宴會裏邊最好嘅座位，坐喺最好嘅座位。然後主人家講乜嘢咧？唔好意思啊，蕭先生啊，唔該你移去另一邊。好啊，先生冇問題嘅，好啊。耶穌講乜嘢？佢話佢坐在末位上，為乜嘢？因為主人家會話：蕭先生，你點解坐呢度啊？唔係啊，蕭先生，請坐首位啦。你明唔明白啊？呢啲都係比喻，睇下人生咧就係咁樣噶啦。世上最偉大嘅人係去服侍嘅人，最終為首嘅人就係選末位嘅人。我哋分享多啲啊！呢個係豐盛嘅生命喺馬可福音。如果你有聖經，可能仲讀咗啦，我哋再讀一次啊。馬可福音9章33節，他們來到迦百農，嗰度係佢哋嘅故鄉。耶穌在屋裏問門徒說：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什麼？要記住，耶穌嘅門徒都係年輕人，佢哋可能係15至到25歲到啦，類似嘅歲數，高中或者大學嘅年紀，啱唔啱？充滿生命力。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什麼？門徒不作聲，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誰最大。耶穌坐下，叫12個使徒來說：你想成為最大？你想為首？若有人願意為首，大家請講，冇問題。若有人願意為首，他要作眾人之後，作眾人的
用人，明唔明啊？於是耶穌領一個小孩過來，叫佢企喺門徒當中。喺佢哋嘅社會，而家我哋珍視小孩，但喺第一世紀小孩財產嚟㗎，知唔知啊？抱起他來，對他們說：凡為我的名接納一個像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納我。呢度邊個想接納耶穌基督進入你嘅生命？呢度邊個想接受神嘅豐盛同埋佢嘅醫治、光明、生命同埋天國嘅賜予，就要接納一個像這小孩子的。你相信或者唔信都好啦，係真或假，呢個唔係比喻。如果你接納小孩嘅話，你係邀請神嘅祝福。凡為我的名接納一個像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納我。凡接納我的，不是接納我，而是接納那差我來的。大家請講阿門。我睇翻內容先吓，好冇？我哋知道佢哋爭論誰最大，為咗清楚表達佢點做啊？佢領一個小孩過嚟，放喺大腿上面。佢話一個方法可以成為大，接納嗰個小孩。點解呢？點解接納嗰個小孩進入你嘅生命，就係接納偉大同首位嘅進入你嘅生命呢？呢個係同世界背道而馳嘅。但係點解喺神嘅智慧當中係真嘅呢？吓，原因係佢哋唔能夠回報你，佢哋唔能夠回報你。呢個係我哋基督徒所相信嘅，呢個係我哋相信嘅。我哋相信宇宙係公正同埋井然有序嘅。我哋相信宇宙係公正同埋井然有序。如果你關懷一個唔能夠回報你嘅人，其他人會償付嘅。好啦，有邊個知道啊？神能夠償付俾你嘅大於小孩，就係神嘅祝福勝過人嘅祝福。對於作為父母嘅養育子女係有好大嘅回報，啱唔啱？但係嗰個回報係乜嘢呢？係無形嘅，係咪？好難確實嘅。但係幾乎所有嘅父母都係會講噶啦。一個人喺生命中最大嘅回報就係有子女。有時身份可能係姨姨同叔叔，有時可能係大哥哥，但係我哋大部分人都有類似嘅經驗，縱使係好辛苦都好啦，縱使係付出時間，縱使係要用錢，係真嘅吓，但係有回報。你知唔知今日喺美國養育一個孩子，大約要用20萬美金啊吓，仲未包括大學或者婚禮，係咪？邊有父母會話：嘿，你畢業啦，你爭我20萬美金啊？我爸爸就會，好少人會講嘅。講笑咋？就算要我哋用錢同埋付出時間，我哋仍然話係有回報嘅，係咩意思呢？回報係乜嘢嚟呢？係咩意思呢？嗰個回報係乜嘢啊？回報從何而來啊？好抽象係咪？我哋知道係從神而嚟嘅。再解釋下一點，最好嘅生命，不論係唔係關乎子女，最好嘅生命係來自施予，最好嘅生命係來自服侍，最好嘅生命係來自幫助人，最好嘅生命係來自個人發展，明唔明啊？所以耶穌話：若有人願意為首，他要作眾人之後。如果你想成為最大，作眾人的用人。所以除咗會得到無比同埋倍增嘅快樂，當我哋服侍，當我哋施予，當我哋幫助，當你做得越多，你嘅命定會開始隨你所願。當你越多做好事，呢個宇宙握喺神手中，但係有啲混亂，開始隨你所願而運行，因為你幫助唔能夠回報你嘅人。首先，我哋繼續要解釋服侍同埋施予嘅意思，確定服侍唔係乜嘢，服侍唔係長頭花。好多內向嘅人感到自己係需要嘅，為咗服侍自己要被佔便宜，或者唔可以講唔好。好多人有呢啲感受，好似害羞嘅長頭花，唔係咁樣。服侍並唔係你唔可以作決定，服侍並唔係你要做任勞任怨嘅人，服侍並唔係你唔可以講唔好，服侍並唔係你冇界線，明唔明啊？事實上呢，我哋稱呢啲為軟弱，
事實上，好多時願意擔當同埋領導係服侍，所以服侍唔係指軟弱，服侍唔係指你唔面對爭戰，服侍唔係指你唔為善同對嘅事挺身而出，服侍就係服侍，意思就係去增值，意思係你去填補需要，跟唔跟得上啊？好啦，我哋分享一啲實例吓，呢個係我講道中最乏味嘅內容嚟嘅，但係你唔會忘記嘅，來自威拉德哈利一本關於婚姻嘅書，但係我認為當中嘅智慧適用於所有嘅人際關係，係咁樣嘅，人人都有愛嘅銀行，人人都有愛嘅銀行，裏邊有銀行戶口，銀行戶口有分類賬，無意識咁為每一個佢哋認識嘅人而開立嘅，有支出同埋存入，有兩類，就好似資產負債表喺情感上為每一個人而設立。呢啲喺婚姻中係好重要嘅，因為呢個係哈利幫助夫婦修復婚姻嘅方法嚟嘅，就係教導佢哋要一直咁存款。如果你提款多於存款，你就會負債，係咪？我哋都唔想咁，但係我認為呢啲係真實人生嚟嘅，將生命視作瘋狂咁存款嘅一個旅程。以下係目標，如果你想成為最大。以下係目標，喺別人愛嘅銀行當中瘋狂咁樣存款，盡你嘅能力去存款，盡你嘅能力去施予，盡你嘅能力去做，只係需要去存款。最重要嘅係唔好計算，唔好計算，只係去存款，唔好計算。嗱，想象一下，你經年累月咁樣做，圍繞你嘅人就會有好多好多結存，佢哋嘅資產負債表欠咗你好多，啱唔啱？讓圍繞你嘅人都見到你服侍同埋施予，你嘅人生會係點樣呢？當呢啲人圍繞住你，你嘅財務健康同埋喜樂狀況會點樣呢？吓，你嘅食物供應會點樣呢？會改善，你會收到曲奇同埋餡餅。想象一下，全部人心裏邊對你係存着愛。想象一下，佢哋喺同一間房間裏邊，當時你唔喺度，發生乜嘢？邊個知道啊？但係會係好嘅，阿門，會係好嘅。而家倒過嚟講，想象一下，喺人生裏邊，你開始從愛嘅銀行提款，你不斷使用愛嘅銀行信用卡，你心諗我會還嘅，我會還翻俾你嘅，你就去取，發生乜嘢事呢？你周圍嘅人開始視你為只識得去獲取，你呢個時候要做乜嘢？你要離開家鄉，啱唔啱？咁係唔好嘅。我努力向你哋解釋嘅就係智慧。耶穌教導我哋，慈愛會令你豐盛，係真嘅吓。你不經意同埋不斷去存款，只去服侍人，特別係唔能夠反過嚟幫助你嘅人，咁樣宇宙會開始向你施恩惠，因為宇宙係公正同埋有秩序嘅。聖經咁樣講，憐憫貧寒人的，就是借給耶和華。哇，真係噶！大家請講經文講嘅約翰福音15章。喺約翰福音，耶穌分享離別嘅講道，佢差唔多要上十架啦。喺約翰福音14章至17章係美好嘅長篇講道，喺約翰福音獨有嘅，而約翰福音15章更加係講道嘅核心嚟嘅。海娜同我第一次約會之後，當我哋喺關係上更深嘅時候，就一齊背誦約翰福音15章，係好嘅經文嚟。而家係耶穌喺呢篇長篇講道中講嘅，佢話：我就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，自己就不能結果子。常在我裏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裏面。這人就多結果子。呢個係個比喻嚟嘅。邊個嚟作判斷啊？係天父。天父係酒莊嘅園丁，佢來來回回。當佢見到枝子唔結果子，他就剪掉；凡結果子的枝子，佢就悉心照料。基本上係咁樣嘅。我會勸勉你自己再閱讀。而呢個主旨係常在我裏面，明唔明啊？常在他裏面係咩意思啊？佢清楚話我哋知，你們常在我裏面。如果佢話你哋常在我裏面，如果你哋遵守我的命令，明唔明啊？然後佢話
凡你們想要的，祈求就給你們成全。各位，祈求任何事啊，奉我嘅命祈求，就給你們成全。然後佢解釋，這是我的命令，彼此相愛。常在我裏面係咩意思啊？遵守我的命令。如果你常在我裏面，凡你們想要的祈求，天父就給你們成全。這是我的命令，彼此相愛，就係咁簡單。愛你的鄰舍。聖經講我哋知要愛鄰舍。神愛世人，約翰福音3章16節，神愛世人，呢個係佢嘅工作。我唔係神，我唔能夠愛40億嘅人，或者可能係60億添。實際上我唔能夠愛幾十億嘅人㗎，你都唔能夠。但係呢個係我哋能夠做嘅，我能夠愛我嘅鄰舍。如果人人都愛佢哋嘅鄰舍，全世界就會得到愛，明唔明啊？計劃就係咁樣，鄰舍就係咁樣，喺你身邊嘅人，或者個圓圈喺你大約15尺嘅範圍裏邊，好似個大呼拉圈咁跟隨你移動，到處走。邊個喺呢15尺闊嘅呼拉圈裏邊，就係你嘅鄰舍。呢個係主嘅命令，愛你嘅鄰舍，愛你身邊嘅人。關鍵係唔好期望任何回報，唔好期望鄰舍回報你，唔好期望配偶回報你，唔好期望子女回報你，唔好期望仇敵回報你。但係你可以向邊個期望回報啊？神想我哋期望佢嘅回報。神想我哋預計，當我哋施予唔能夠回報我哋嘅人，佢會回報我哋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仲記唔記得喺馬可福音點講啊？我哋唔好計算，因為神會計算嘅。我哋唔好計嚟計去，甚至係你嘅配偶，神會計算嘅。馬可福音話：當你接納一個小孩，而你愛小孩，你就係愛我。當你接納小孩，當你接納窮人，當你接納你唔能夠看顧嘅人，你就係愛我。仲記唔記得佢喺馬太福音講咩啊？因為我餓了，你們給我吃；渴了，你們給我喝；我流浪在外，你們留我住；我赤身露體，你們給我穿；我病了，你們看顧我；我在監獄裏，你們來看我。人們就話：我們什麼時候做這些事呢？佢話：你們做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呢個係好嘅回報嚟嘅，唔止存留喺天堂，係今生真正嘅回報，給予遵守主嘅命令去愛鄰舍嘅人。凡你們想要的，祈求就給你們成全。寬恕你嘅鄰舍，愛你嘅鄰舍，會有回報噶。施予者總會有回報嘅。邊個可以見證啊？我係指呢度邊個曾經真係經歷有回報啊？請舉手啊！唔該，睇下四周。對我嚟講係千真萬確嘅。我知道施予嘅最好時機就係我擁有最少嘅時候。如果你需要更多，係給予更多；如果你需要更多嘅收成，要多啲去播種。唔好出去向泥土講：我需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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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需要。農夫同泥土會點樣回應你呢？吓，泥土就會話：唔好再嘈啦，我需要種子。我要有種子先能夠工作。好啦，解決咗。好，快啲講呢點。要留心牧者所稱嘅內裏知識，留心牧者所稱嘅黑洞。呢啲黑洞不斷吞噬施予者，呢啲人不斷取，永無休止。你諗到某個人呢？係咪？要設立界線。你唔好再給予嗰個人啦，你知唔知啊？你俾咗幾次之後就要停止。亞當格蘭特寫咗一本極好嘅書《給和取》，佢喺書裏邊形容呢啲人，佢話喺生命中有3種人：有霍取者、有交易者、有施予者。霍取者我哋清楚佢哋就係不斷霍取嘅人，交易者就係不斷計算嘅人，呢類人最多。施予者只係施予嘅人，佢哋施予，然後忘記再施予，因為佢哋遵守主嘅命令，同埋相信主會回報嘅。不論係富或者貧，都適用於呢啲分類。我以前做服侍無家者嘅大量工作，好多無家者係黑洞同埋霍取者，好多人只係施予者，縱然佢哋貧窮。世上有啲最慷慨嘅人，你俾一份三文治一個飢餓嘅男人，佢隨即擘開件三文治，俾半份三文治附近嘅婦女，佢就係施予者。富人亦都係一樣，
有啲富人係非常慷慨嘅，非常仁慈，靈性充滿；而有其他富人卻只係一個霍取者，佢哋就好似史古基咁。以下係目標，係我教導女兒嘅，成為被施予者圍繞嘅施予者。我講你知啊，呢個係美好嘅生活嚟嘅。成為被施予者圍繞嘅施予者，冇人喺度計算。哦，有人計算嘅，有一個喺度計算，就係主。詩篇23篇教導我哋嘅生命必不致缺乏。生命必不致缺乏，如果係真嘅話，而我哋都相信，我哋今生就會得到持續增加嘅信心。呢份信心給予我哋豐盛嘅思維，只要我哋不斷施予，我哋嘅信心就會增加。而其餘喺缺乏循環裏邊嘅人，恐懼不斷增加，得到嘅越嚟越少，形成缺乏思維，不斷獲取，活喺恐懼當中，同埋開始扭曲同違反規則，冇慷慨。呢個唔係神預備俾你嘅。阿門。最後嘅故事係關於法老嘅。當神喺焚燒中嘅荊棘向摩西顯現，佢話：我聽見我百姓所發嘅哀聲，我想你去見法老。佢話：我想你去見法老做乜嘢？記唔記得啊？把我的百姓領出來。你哋有幾多人知道要摩西領百姓出嚟嘅日子係3日啊？3日時間。我覺得大家嘅眼神好茫然，好多人唔知道啊！神冇話俾摩西知帶領希伯來人得自由，佢只係話俾摩西知領佢哋出嚟3日去敬拜，整段時間就係咁樣啦。你知唔知道啊？將經文再讀一次啊！整件事係摩西話：讓我嘅百姓去西奈山3日去敬拜，然後翻嚟。你知唔知啊？讀經文唔係叫佢哋去前往應許之地，神知道法老嘅心嘅，知道法老佢係會做乜嘢嘅。然後你見到嘅係災禍接踵而嚟，摩西翻去見法老，法老話：我得罪了耶和華你們的神，你哋可以去敬拜神，但係3日內要翻嚟，唔可以帶婦女。佢話：我哋會攜同我哋嘅婦女，然後佢話唔得，然後另一個，然後佢話：好啦，你哋可以去敬拜啦，但係我唔認為你哋會翻嚟，所以呢，要留低啲牛群。摩西話唔得，就係咁樣繼續。每次法老都話：我知道我得罪咗神，請向神禱告。每次法老都話：對唔住，對唔住，對唔住，請祈求神饒恕我嘅罪。神饒恕佢。摩西禱告，神饒恕法老，詛咒解除。跟住法老發生咩事啊？佢係世上最富有同埋最有權勢嘅人。發生咩事啊？佢話：哦，我成個腦都係佢哋，俾佢哋走啦。記住，關鍵唔係俾，甚至唔係關乎俾佢哋得自由，只係俾佢哋去某地3日。請講缺乏。我講，請大家講缺乏。世上最富有同埋最有權勢嘅人詛咒自己，因為佢對3日冇奴僕，唔能夠釋懷。我哋稱之為缺乏。世上最富有嘅人感到缺乏。跟住法老發生咩事呢？故事結束係我哋見到摩西被所有埃及人視為世上偉人之一，受到極高嘅尊崇，而法老則被人人所憎恨。而法老做嘅最後一件事係佢向摩西同希伯來人講：去，永遠唔好翻嚟。呢個係佢哋離開嘅原因。有趣，呢個係缺乏循環。呢度有一啲富人知道喺生命裏有時候奇妙咁健康良好、金錢充裕，但係心裏邊佢係感到缺乏。破除呢個枷鎖，不論我哋係邊個，豐盛係由呢度開始，由呢度開始，唔係由你嘅銀包開始，明唔明啊？係從你嘅心思開始。請同我一齊站立。講起摩西，
當佢哋喺第一場戰爭嘅時候，摩西一直舉起手。當佢手舉起，佢哋勝利；當手垂低，佢哋戰敗。今日邊個準備勝利啊？同我一齊高舉雙手。摩西85歲，如果佢做得到，你都做得到嘅。我知道佢有一啲助手。主，我哋感謝你，你嘅旨意係要我哋得勝同埋豐盛。呢個唔係猜測，係你嘅話語，我哋相信。我感謝你，主。今日我哋相信會得勝，我哋相信會成功，我哋相信豐盛嘅成果，我哋可以藉謙卑同埋慈愛嘅心達成。幫助我哋住喺豐盛同埋有信心嘅永恆循環裏面。喺呢個循環裏邊，當外在嘅事不順，我哋依然住喺你嘅話語裏面。我哋依然喺詩篇中前行，喺聖靈中前行，憑信心前行，而非憑眼見。所以藉住聖靈覆庇我嘅教會同我所管轄嘅所有枷鎖，而家被破除。主，我哋求你敞開天上嘅窗戶，傾福俾呢個教會。主，你會按照你嘅話語增加我哋嘅信心，門正開啟，勝利在前，罪被饒恕。主，我哋再次立志要饒恕生命中遇到嘅每一個人，我哋饒恕政客，我哋饒恕工作中遇到嘅人，我哋饒恕家人，我哋饒恕，我哋饒恕，我哋唔會因為唔饒恕而窒礙你嘅神蹟。我哋感謝你，主。我哋愛你，我哋感謝你，你愛我哋多於我哋所知嘅。我哋奉主耶穌之名祈求，所有神嘅子民講阿門。感謝主。而家願主賜福俾你，保護你；願主使佢嘅臉光照你，賜恩俾你；願主向你仰臉，賜你平安。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之名，阿門。